在座的兄弟平安，咱用安静的心、祈祷的心来开始今仔日的主日崇拜哈。开始咱今仔日礼拜，请咱安静咱的心，用祈祷的来到主的面前。将你烦恼忧愁的代志，放伫主耶稣的面前，伊要担当咱的苦难。毋管你是拄着落雨，还是出日；毋管你是拄着孤单一个人，也是足侪人伫人群内底，耶稣拢知影你所拄着的情形。所以你就爱将你的重担放伫主耶稣的面前，互伊来担。因为伊安尼甲咱讲，一日的艰苦，一日交业。烦恼忧愁，袂互咱的头毛加较济，嘛袂互咱的岁数，咱伫世间的年日加较济。所以你免烦恼，主耶稣做咱的外客，咱就好甲勇敢来到伊面前来向伊求。主，阮感谢你，互阮搁一摆伫你所竞选的日，伫你所定着的日，来到你的圣殿，阮会当甲你亲近，阮会当唱歌，用诗歌来学乐敬拜。主，你是值得阮尊重的主，因为你互阮通外靠，阮伫世间的日子，伫你的手，阮相信，信靠你。你要互阮有新的活命、新的平安、新的喜乐，伫你内底凡事拢是新的开始。主，阮感谢你，互阮一个福分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甲你亲近，求你也甲阮亲近，互阮明白你的心意，互阮明白你的旨意。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做伙用信用来告别，咱今仔日开始，咱今仔日敬拜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温柔美丽岛入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将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兄弟平安，平安，欢喜伫即个分别最圣的日，甲你做伙来敬拜，学乐咱的主。愿咱的烦恼无过头，咱的忧愁也无放伫银行生利息。耶稣讲，一日的艰苦，一日交业。主耶稣知我的心，主耶稣知你的心，咱就来到伊的面前，相信伊会替咱开路。主耶稣在我的心，主耶稣在我心，安慰我，予我生命。使我平安，使我喜乐，行过风雨路。伊话明白，伊拢了解，刺激我的目屎。予我真实在，甲一摆来，主耶稣在我的心，主耶稣在我心，安慰我，予我生命，使我平安，使我喜乐，行过风雨路。伊话明白，伊拢了解，刺激我的目屎。我真实在，有
我的信心，是我的帮助，坚强我的心灵，耶稣真正好。主耶稣在我心，安慰我，予我生命，使我平安，使我喜乐，行过风雨路。伊话明白，伊拢了解，刺激我的目屎，予我真实在。摇啊，风雨吹袂倒，看我听我永远的照顾。你是我的信心，是我的帮助，坚强我的心灵，耶稣真正好。你是我的信心，是我的帮助，坚强我的心灵，耶稣真正好。琴咧干燥的时阵，麻烦咱甲边仔的兄弟讲，有耶稣真好。说真好，头前后壁的人也甲讲，有耶稣真好。有耶稣真好。等下咱见面时，来迄阵有耶稣真好，因为伊知咱的心。主耶稣在我心，安慰我，予我生命，使我平安，使我喜乐，行过风雨路。伊话明白，伊拢了解，刺激我的目屎，予我真实在。摇啊，风雨吹袂倒，看我听我永远的照顾。你是我的信心，是我的帮助，坚强我的心灵，耶稣真正好。搁一摆啊，摇啊摇。摇啊，风雨吹袂倒，主耶稣看我，看我听我永远的照顾。你是我的信心，是我的帮助，坚强我的心灵，耶稣真正好。你是我的信心，是我的帮助，坚强我的心灵，耶稣真正好。坚强我的心灵，耶稣真正好。坚强我的信心，耶稣真正好。感谢主，互咱无因为世间的烦恼忧愁来阻碍咱甲主的关系，也无因为世间的苦难艰苦来阻挡咱来见上帝的日子时间。我相信，只要咱有信，咱要看见上帝一切的荣耀。我相信，只要咱有信，咱要看见上帝稳定的奇妙。我更较相信，只要咱有信，咱要看见上帝祝福满满。只要咱有信，平安喜乐也要甲咱三做伴。真小一首歌，咱用信心来吟，也因为安尼吟，咱更较相信耶稣上帝要为咱成就。
伊要成就的代志。只有神，只有神，咱要看见上帝一切荣耀。只有神，咱要看见上帝稳定奇妙。只有神，咱要看见上帝祝福满满。只有神，平安喜乐三做伴。甲一摆坚定来宣告。只有神，咱要看见上帝一切荣耀。只有神，咱要看见上帝稳定奇妙。只有神，咱要看见上帝祝福满满。只有神，平安喜乐三做伴。有时阵袂明白苦难为何临到我，有时阵心痛听无意外。毋免惊，上帝听咱先是困求的声。毋免惊，上帝家己斗阵行。只有神，咱要看见上帝一切荣耀。只有神，咱要看见上帝稳定奇妙。只有神，咱要看见上帝祝福满满。只有神，平安喜乐三做伴。有时阵袂明白苦难为何临到我，有时阵心痛听无意外。毋免惊，上帝听咱心是困求的声。毋免惊，上帝家己斗阵行。有时阵袂明白苦难为何临到我，有时阵心痛听无意外。毋免惊，上帝听咱心是困求的声。毋免惊，上帝家己斗阵行。有时阵袂明白苦难为何临到我，有时阵心痛听无意外。毋免惊，上帝听咱心是困求的声。毋免惊，上帝家己斗阵行。毋免惊，上帝听咱的。上帝听咱全是困求的声。毋免惊，上帝家己斗阵行。毋免惊，上帝听咱全是困求的声。毋免惊，上帝家己斗阵行。一摆来宣告。毋免惊，上帝家己斗阵行。搁一摆大声来宣告。毋免惊，上帝家己斗阵行。搁一摆有勇气大声讲。毋免惊，上帝甲我斗阵行。上帝，你无袂记你困苦人的呼求，你举手拯救困苦的人，你讲照源头前的路。我感谢你，感谢你，想需要所做阮的赎罪，赎罪者，求阮脱离罪的捆绑，互阮的罪过得到洗清，互阮得到逃放，得自由，徛在伫你面前。阮阁感谢你。担当阮的忧愁艰苦，阮知你所受的鞭拍是互阮要得到医治，你所受的刑罚是要互阮得到平安。哈利路亚！主耶稣，你已经赢过死实关系，佮我，
互阮有新的愿望、平安、喜乐。感谢你为阮所做的，主啊，阮愿意，我愿意，我等到你的面前，互你来敬，互你的听，来医治，互你的平安伫阮的顶面。阮的祈祷，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来甲主讲，我愿意对你讲普天的气，求主啊，甲咱往普天下去。主，我跟你走。咱要用华语来吟啊，请你起立，咱做伙来吟这首歌。主，你跟我走。往普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主，我跟你走，往普天下走，死与有苦紧紧跟你走。开启我的眼，开启我的眼。星星的双眼，看那天使天君在身边，锁在我的心，谦卑地聆听你的话语，深植在我心。双个，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走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我咱用坚定的心，甲主讲，我愿意对你来行。主，你跟我走，往普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主，我跟你走，往普天下走。有苦紧紧跟你走，宣告他是万王之王，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战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永不回头，开启我的眼，星星的双眼，看那天使天君在身边。哈利路亚！锁到我的心，谦卑地聆听你的话语，深植在我心。大声宣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去战胜死亡，战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再次大声来宣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战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
不回头。更勇敢，大声来宣告，你是万能的哦。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战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主，我跟你走，我不天下走。感谢主，感谢主，咱愿意对伊普天下走。求主紧紧抓住我。主，我跟你走，往普天下走，死因有故，紧紧跟你走。哈利路亚！咱愿意伫主的面前，安尼对伊来行。主，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感谢你无将阮放下，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所以阮无要惊吓，无要惧怕。伫你的面前，你徛伫阮的头前，带阮甲你相同行。阮相信你的手会安安甲阮掠掉咧，互阮对你行的时无惊吓。感谢你。感谢你，互阮安尼相信；感谢你，互阮安尼看见。今仔日，佮求你将你的话语赐互阮，阮愿意谦卑来听，阮愿意求你佮一摆塑造阮的心，诚做你所欢喜的，诚做你所爱阮去行的。愿你的公义显明伫即块土地顶悬，互阮看见。是你的正手来引带阮向前来行。主，阮搁一摆将即块美丽的土地，阮伫遮徛起的百姓，搁一摆求你来看顾保守，互阮所伫你保守的日子内底平安喜乐，也照你的心意来行你的旨意，愿你的公义。愿你的公义伫即个土地来显现，主，愿你的旨意伫正，愿你的旨意伫即个土地亲像伫天灵。阮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来进行咱公道的事项。第一，为着咱自身的认罪悔改，请大家安静来，伫主内面好好来认罪，来悔改。为着一礼拜来，你的灵性，甲咱教会逐项的工课，请大家为着这来祈祷。有兄弟身体欠安的，有手术的，请大家替因来祈祷。最后，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台湾的民主自由，请大家为万民来祈祷，请咱开声来祈祷。主的上帝，愿你相信加诸阮的帮助，愿阮时常为着国家、地区来同甘点名，阮需要信心加诸阮的帮助甲瓦克。主，阮认阮的罪是因为阮需要你，若无你，阮无法度通食。伫地面上，阮人生命所能食，所会当看见甲突破的事，只有靠你信心的开展来充满阮。阮天顶的阿爸爸，阮感谢你，阮今日来到你的面前，要跪倒伫你的面前，为阮的罪来悔改。
主啊，请你感动阮的心。是阮知影，阮原本不配得这个恩典，是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阮死伫十字架上，互阮会使你有这个恩典，会使仰望。主啊，阮感谢你，但毋是因为你，阮都无出路好行，阮就会停留伫黑暗内底。主啊，感谢你，因为你要救阮脱离黑暗，进入你的光明内底。阿门。主啊，阮感谢你，今日阮为着教会的逐项事工来祈祷。主啊，请你互阮一个心，一个合一的心，在你的事工面顶，主啊，互阮智慧，知影爱安怎做。是阿爸爸，我要将阮的国家摆伫你的头前，请你来看顾。阮对面有阮的敌人伫遐，主啊，阮嘛是有当时会惊吓，知影这局势毋知会安怎。但是主，阮因为信靠你，阮就知影，阿门。阮要伫你内底得到这个平安。是主啊，请你互阮有一个祈祷的心，定着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阿门。主，足侪兄弟姊妹有动手术的，主啊，请你保守因，互因手术了后的恢复会使哪来哪顺利。主，感谢你，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咱即摆来启运，启运文第35篇，我来启，呀，这来用。我的囝儿就听老爸的教示，要专心学习，才会明白。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互恁，毋通放杀我的教导。我嘛捌做老爸的囝，是老母上疼的孤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牢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就会得到活命。着寻找智慧，寻找聪明，毋通袂记伫。嘛毋通放杀我所讲的话。毋通气杀智慧，伊会保护你。着以爱智慧，伊会照顾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着付出你一切所有来对换聪明。你尊重智慧，伊会高举你；你疼惜伊，伊会互你尊严。智慧会用花冠戴伫你的头壳，将阳光的王冠赐予你。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你就会当体受。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引带你行正直的道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你走嘛袂拄着误倒。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要谨慎保守，因为智慧是你的活命。来，请起立。辛苦灵魂已交。
请坐。即摆请信歌队来献诗。咱即摆来消息报告吼，请掀开周报。第一点，本主日是6月份最后一周，小组暂停一周，华语甲台语礼拜合并来聚会。第二点，2025年咱的暑期儿童营定伫7月初1到7月初4吼，就是拜2到拜5来举办。主题是奇妙之路，在爱中成长啊。时间是暗时6点到8点，对象是升国小1年级甲国小6年级，费用150块，有包括材料费甲点心费。请扫描下骹才有一个 QR code 吼，一个连结报名。嘛，请大家为着这个活动关心来带到。另外，这个礼拜3的门训查经班暂停1次。第3点，今日甲明仔载2天，牧师要甲慧君姐要参与
CTC 101福音带领课程吼，地点伫太平径教会，吼，请为着东港装备的性命关心代祷。第4点，咱为主来肢体有一寡手术后身体恢复的来代祷吼，就为着美珍姐吼，甲明峰兄吼来代祷，来读今日的圣经经节哈。来，做伙来。兄弟啊，打我对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劝恁议论拢着3项，恁中间无得有分党，就是着一心一意，大家相结合。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哥罗前书1章10节。好，今摆要读圣经哈，今日的经节，哥林多前书1章10到17节，第10节。兄弟姊妹，我奉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劝恁大家讲话着一致，恁中间嘛唔通分裂。要团结，有同款的想法，甲共同的目标。17节，基督无差我甲人洗礼，是要传福音，毋是用智慧的言辞传，则免互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来，大家平安，我要共读上帝的话语。哥林多前书第1章10节和17节，兄弟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或许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得空。好，谢谢。来，我们走那个小朋友，请到前面来哈。谢谢。来，咱请所有小朋友吼来到台前，站前面，站前面。嘉亨刚剪完头发哈，跟牧师一样。来，靠过来哈，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孩子，为这些咱的主日学老师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互阮有这细囝，成做阮家庭的产业，嘛成做教会未来服侍你为主做征战的精兵勇士。当阮会当甲因做伙成长敬拜。伫敬拜中间来得到生命，基督的稳定甲真理换命的话，主啊，阮的生命是何等大的福气，因为阮是主你所拣选的人。愿上帝你帮助阮，伫每一摆阮三甲这细囝，甲这父母三甲敬拜上帝，来愿上帝你圣神找天使天君，固守因，互因的生命，若伫上帝你的恩典中来平安大汉。嘛，互因常常伫基督的内底恳求上帝赏赐智慧，互因明白世间上若无耶稣基督，若无主通的瓦靠，阮的生命是何等的软弱甲软弱。求上帝你赏赐阮，互阮诚做主你的百姓，就常常为着这细囝来祈祷，鼓励因将主的道传互因，互因明白上帝你是因上大的瓦靠，敬畏耶和华的人。就要得到大大的祝福甲帮助。愿上帝你诚做这父母，无论医诊、甲创城、甲这细囝的父母，愿拢恳求上帝你赐福因，帮助因通过父母的教导、老师的教育甲陪伴。愿相信，愿每一句话拢得引带带领这细囝，通过阮的模范，通过阮所讲的话、所传的道，拢要诚做这细囝平安大汉、要紧的粮食。愿上帝你诚做阮的帮助，常常为着因来祈祷，
愿上帝你成做阮的教会的头，成做阮的大人君，做阮头前所为阮带阮行的道路的主宰。愿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恩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好，不会，上帝祝福你们。OK。今日感谢上帝，咱会当三角来敬拜咱的主。这个时嘛邀请咱咱头前边后壁面吼，的兄弟姊妹甲伊讲，愿主的平安赏赐互恁。主的平安有甲咱三角同在的时，咱毋若体会到，咱嘛着爱知影，咱要安怎同心来为主来活。所以今仔日嘛真欢喜，咱三角组织伫主的面头前，搁一摆来敬拜上帝。咱爱常常为着无伫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来代祷。咱会当敲一通电话，咱嘛会当对因的一个关心。我相信上帝要将平安甲快乐赏赐互咱。咱搁一遍做伙同心来恳求上帝。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互阮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成做一家人。主啊，阮无分背景，阮无论年龄，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疼，阮的生命通得到救恩甲新的快乐、新的愿望。主啊，阮嘛感谢你，互阮毋若伫你的救恩的内面，通得到主你的恩典。阮嘛领受即个彼此服侍、彼此扶持的疼，更加深知影，这一切毋是为着阮要享受即款的感觉，是因为主你的疼，你牺牲的疼，你白白恩典的疼痛，竞选阮成做蒙恩的囝子。主啊，当阮三角组织承接即个全新的使命，就是爱将主你的疼去分享出去，将主你的道去分享出去，将上帝你活命的话活伫阮逐人的生命中间。愿你圣神今日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更新阮的心思意念，互阮的生命甲主你的疼三角对齐，并愿意搁较顺服，委身伫侍奉主你的道路顶面。阮相信，伫主你的内面，阮彼此三合一，同心传扬主你生命的真道。这才是上帝你呼召阮的意思。恳求你赏赐智慧的心甲活泼的灵，互阮愿意将上帝活命，搁一摆带出新的生命伫阮的生命中间。求上帝你成做阮的帮赞，听阮祈祷的上帝，你献上感谢，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邀请咱做伙来看一段影片。这是一个亿万富翁，伊的11岁查某囝，伊安怎样带伊伫短短几分钟的中间，互伊学习，成交一个价值4000块美金，只有是10倍的演讲的门票啦，咱做伙来看，可以吗？Years old. I'm going to teach you how to make a sales call. We have a list of people here. I want you to call them. Use their first name only. Tell them who you are. Okay. Third thing, the reason I'm calling. His name is Danny. Hey Daniel, this is Sabrina Cardone at Grant Cardone's office. The reason How are you doing? Pretty good. The reason I'm calling is that I wanted to know why you haven't bought a 10X World Conference ticket. A what? A 10X World Conference ticket. I didn't know they're having it this year. Oh, yes we are. I'll get one. Oh, wonderful. I'll send you an email about the prices. When is it? It's at March 12th. Okay. In Miami. All right. What's your email? Daniel? Thank you so much. I'll send you the email. 222. He did? Hey, she just sold a $4,000 seat. If I pay you 10% on that one call, that's $400. You made 18 phone calls. How many of them paid you? One. No, all of them paid you. Divide 18 into 400. Each call paid you $22. When you left a message, when they hung up on you, that one guy that hung up on you, that actually pays you. 亿万富翁的女儿亲自打销售电话。 Here is 11 years old. I'm going to teach you how to make a sales call. We have a list of people here. I want you to call them. Use their first. 这短短几分钟内面，伊一共拍通这18通的电话，有人接，有人留言，嘛有人安那挂伊的电话。
但是伊的导师、伊的爸爸甲伊讲，每一通电话拢是咧帮你趁钱。啊，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因为就算是只有一单的成交，平均落来吼，每一通吼差不多价值22块啦。啊，这毋是讲销售的技巧，更加是即个老爸教育伊的囝儿伫行动力的顶面、甲自信的顶面的一个真好的一个模范。只是爱为着一个共同的利益，安怎愿意开喙？所以呢，伫整个的过程的中间，伊就创造了即个囡仔伊的生命中间，老爸导师所要互伊的一个生命价值。不管对方安怎甲伊回应，伊拢是往着迄个目标在行。这嘛，互咱去思考一个问题，嘛是咱伫世间上，咱拢在做，只要是生理人啊、销售力啊，对吧？有的人讲教会嘛，就爱安尼啊。但是我认为，这个销售力的背后有最人性的问题。嘛有关系到教会成长的关键，拢在互相的影响。兄弟姊妹，其实你若看这个影片甲信息，这个方法，你会感觉做激励人心的，有无？你若徛伫世间上的角度咧看，你讲哦不错哦，就是爱安尼教哦，教会嘛就安尼教哦。兄弟姊妹，你若用一个简单用一个方法论啊，方法论的角度去看待教会。甲带领人传福音的重要的方法，我甲你讲，你若无靠着祈祷、恳求甲感谢，互耶稣基督真理甲圣神的引带，你若用世间上的方法，你就会发觉啊，教会吼，迄间教会咧复兴吼，拢是用迄个世间上的销售力的方法啦。这是你若无去了解到，一间教会有最教会，伊伫转型的变化中间，有的人咧看，讲啊，这教会啊，复兴吼，迄拢假啦，迄拢用像迄世间上的销售力的方法啦。兄弟姊妹，你着真容易互教会行偏方向，甚至咱伫咱的教会中间，咱就无法度通对着牧者。对着教会的中级同工做伙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咱要好好来探讨。当咱在追求人数、追求表面的果效的时阵，咱咧看教会，咱来思考教会有最时阵，咱有咧看咱的灵命，有真浅薄的代志无？咱无法度通久长，互教会稳健的成长的原因是啥无？兄弟姊妹，当咱咧看见，咱咧议论讲啊，某物人伊较有能力，伊若无伫遮，伊若安怎样，教会会安怎？我认为这拢毋是上重要的。重要的是教会是毋是有属灵的气力？这个属灵的气力是毋是一直咧豆咧衰微啊？咱无咧鼓励看圣经，咱无咧鼓励。你有好无？我来为你祈祷。兄弟姊妹，教会失去做见证的气力，你会发觉人拢是咧挖靠我真高，我真有影响力。兄弟姊妹，传福音的事，当你若感觉你若无迄个影响力，我无法度去传。我为着要迎合人的心啊，我惊伊避免冒犯，唔敢讲实在话啊。我甲你讲，你就算带20-30个人来到伫教会内底办活动啊，你若唔敢讲真正的话，我甲你讲，福音就被轻视啊，12架的真理就被淡化了。所以兄弟姊妹，我真爱看，当每一个当咱伫主的面头前服侍上帝的人，咱爱定心去思考，咱是有真侪时阵，咱是咧用世间上的销售力。在服侍上帝哦，咱无徛伫真正用着疼心的福音，看到人的生命咧转变，看到人的生命，因为我安怎咧甲伊传主的道，互伊的生命得到转变。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牧师用一个主题做要紧，叫做教会成长的关键。
关键是啥物？同心合意做啥物啊？主题是啥？你看一下周报的主题，同心合意做啥物？嘿嘿，同心合意吼，毋是凊彩讲的同心的好呢，着爱个传主的道呢。哦，之前吼我真爱看同工拢会跟我讨论讲，牧师，咱的教会有遮侪问题吼，啊，这到底是要安怎做？吼，我拢一直咧祈祷中咧思考，要安怎跟咱逐个兄弟姊妹做伙来读上帝的话。所以咱了解，如果教会咱若信徒，咱真容易伫比较的中间看什么人做的较好、较毋好，安怎样，咱拢咧做分门结党的过程。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教会合一就会被破坏。就算你看起来这个人感觉袂真好，伊咧所做的团体，伊咧所建立的文化，其实你会发觉内部分裂，豆豆咧产生。最后，咱拢无注意到，咱聚焦伫，其实咱拢欠缺门徒训练。所以嘛感谢主啦吼！做早之前，同工常常咧甲我甲牧师咧讨论，讲牧师，咱拜三吼，这人愈来愈少。我讲人愈来愈少，不要紧啦，咱来做直播啦。做早我就咧讲直播，为什么？有一个牧师吼，开拓2间教会，伊讲伊做过，伊这影片吼，在网络上集了1000多则啊。我讲你1000多则，你为什么要做这？伊讲即马拢是大数据时代，你若敢若讲道吼，刚准备一篇讲道伫教会内底吼，可能敢若你迄间教会的人听到了。但是自从疫情之后，这个牧者他就转变方式，他有2间教会，一间在台南，一间在高雄。他讲过了好像400多则在 YouTube 里面的相关的这个影片，拢是咧讲道的。所以伊的心真喜乐，为着就是要传主的道，聚焦每一个信徒，唔通安怎失去了听主道的机会啊！所以兄弟姊妹，咱有咧对焦，同心合意来了解咱在做啥物无？咱真认真咧服侍上帝，但是教会若唔是靠着销售力来成长，你讲我若无安尼做吼，这教会袂成长、袂成功啦。兄弟姊妹，这唔是重要的，重要是一间教会是唔是有靠圣神的工作、真理的根基，甲咱每一个信徒同工，咱是唔是去思考着咱的生命有啥物问题无？昨我看一个同工咧讨论讲，我讲莫咪啦，我们好好来读圣经啊，好好来带领青年来读神的话。不要怕，你已经买了这些圣经，给这些曾经来参加这个门徒训练查经班，你看到他们很喜爱，所以你买了这些圣经，我相信你有心中也期待用神的话来帮助他们。所以咱拢爱思考，今仔日牧师要用圣经内底足重要，要安怎样教导咱，互咱明白这个代志以前。牧师要邀请咱，搁一摆做伙来看，现今咱的教会处理一种的问题，就是咱拥有侪机会。好，咱即摆环境是啥？在变迁哦，战争会来无哦？咱拢唔知影哦。前几日你有发觉美国伊去拍伊朗，对无？伊是安怎？伊是飞过半个地球哦。竟然中国甲苏联拢唔知影哦，这是足不可思议的代志哦。你亚做讲伊是去拍伊朗，伊是直接飞过，其实是足紧的哦。但是伊是飞过半个地球哦，竟然无一个国家知影因做这样代志哦。安尼你就当了解哦，战争若发生的时阵哦，是无意中咧发生的哦。但是咱会了解。有真侪时阵，人的心，伊是足需要福音的，需要咱家帮助、带领、甲引带，甚至用福音来帮助伊的生命得到拯救的机会啊！你敢知影咱有足侪机会？你敢知影咱有足侪机会会当将福音传互你厝里的人？有足侪机会会当将福音带互你身躯边，当咱三甲做伙伫即个所在。接触的人，但是咧，咱有拄着一个挑战，
咱会想到讲，你若看到咱的圣经内底有咧讲到属灵的军装的讲到爱安怎，你就开始想，哦，对呢，我好像在我生命里面没有真理耶，在我生命里面好像没有公义耶，在我生命里面我没有平安呢，在我生命里面无信心，那个信心的德性呢。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嘛感觉我无救恩呢。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嘛无信心呢。我嘛无感觉我有温困祈祷的。你就发觉，你属灵的军装你都没有装好，所以你不敢迎接挑战。所以我认为，教会拢处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moment， 就是啥？咱有足侪机会会当去跟人传，但是咱拢会想着讲，哦。我的生命吼，那看到这圣经在讲属灵的军装，要有这个真理呀，好，生命要稳固，我都时常欺骗，我都时常不是很坚固的心呐。好，你得发觉你的心常常拢在受攻击，所以兄弟姊妹，教会伫外表的顶面，咱拢会看见教会内底信徒自然有最纷争，甚至呢。教会内底过度，大家兄弟姊妹较注重感情关系，但是忽略真理的根基的价值，甚至呢使命感就安怎会互相影响哦。我讲，你若拄到一个较积极的人吼，你就感觉感觉很好，我非常喜欢跟他在一起。但是你看到有一些人，这个我没办法，不喜欢。使命感伫倒位？使命感毋是咱甲人的关系好。毋是这个人较好到底，毋是啊。使命感是咱看到主的话，安怎爱咱抓到这个中心点，福音的中心点，好好去为主来传。甚至呢，阻碍教会有成长的原因，有一个就是欠缺真正合一的心智。所以教会若要学习成长，毋拿定活动做，甚至呢，咱要为着增加最人接触的机会。这摆咱伫4月2日吼，教会办这个啥这个叫做幸福家庭，就是讲邀请大家国中总共有来13位、4位的青少年，但是留落来无半个，无半个原因内底，其实我顶摆有讲到，其实有一对母仔囝，吼，伊的囡仔有来，这单亲家庭，但是这查某囡仔呢，伊来到教会2、3摆了后，拄到一项代志。教会吼，有人甲伊讲，你后礼拜吼，你哪会使？就甲妈妈吼，摕一个这个零用钱，这个啥？这个淡薄仔零用钱啦，吼。我讲，这代志我拢毋知影哦。昨哦，拄好日昨哦，即个爸爸水准备这讲道片，拄好昨哦。早起时我去食早顿的时阵。我看到这个母仔囝，我甲这个妈妈讲 ：“Hello， 最近恁查囝哪拢无来？”伊就安尼讲：“牧师，上次我跟你讨论那个钱的问题，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我的孩子去到教会，有人跟他讲要带一些钱，伊原底是来教会是要做啥？要做消费的。”伊认为伊会当得到帮助，但是无了解咱咧甲伊讲，你爱摕淡薄仔钱的意思，伊无了解奉献的意思。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就甲伊解说，咧甲伊讲。我甲伊讲，某咪人，阮的同工毋是咧，伊讲你毋是拢会，你都毋是拢会做白练吗？你毋是拢会操练吗？敢若袂输行前的这个训练吗？阮咧训练，毋是咧训练讲安怎讲啦，阮咧讲的是讲真实的生命的话啊。后来这妈妈讲，安尼哦，好，我回来较好好啊了解一下，甲我查囝沟通一下。伊的查某囝知影伊的妈妈趁钱所辛苦无钱，伊知影讲哇，我竟然去到教会，竟然有人甲我讲爱摕钱，爱奉献。兄弟姊妹，你有看到无？奉献若无价值，就安怎？人就袂来呢。人会知影讲，我咧去教会爱去摕钱呢。兄弟姊妹。无价值的信仰，咱若干那甲人带来教会，你无要甲伊陪伴价值真理、价值生命，你会发觉咱伫教会是咧做啥？
南山啊的代志，遐外口哦，外口的活动拢办得比咱教会佫较好啦。我甲你讲真诶啦，钱拢足够诶啦，咱拢拼命外口的活动啊。但是咱着爱知影，教会内面重要是合一的灵，咱爱清楚知影咱的真理是啥物，咱为什么领受这个福音？咱所爱传的福音的行动是啥物？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咱所看圣经在哥林多，哥林多是一个古代伫希腊一最重要的商业的商业城市，伊做拄好伫这个陆海交通的最要紧的一个所在，经济发达，文化多元，宗教甲道德混乱会当著称的哦。伊甚至佫有希腊哲学、希腊哲学影响，所以有侪这的神庙、淫乱的风气。所以造成教会侪信徒性命问题啊，教会分裂等等的问题显而易见。所以我时常咧思考，当咱做伙起造这个大桥里、大桥教会伫这个所在，咱即马毋是安康里哦，咱具体是安康里啊。上帝互咱过来叫做大桥里，咱的名叫做啥？大桥教会。上帝在帮助我们证明哦，正名啦，有无？咱教会当初哦，佫是啥？咱的厝体的这个三权是啥物？对间教会是民主路咧。咱对证明、对所在，上帝拢一直咧互咱明白。到咱的教会要安怎行伫上帝所要祝福的道路？所以咱得爱有正确的信用道路的概念。领受福音的人。要安怎样用三听以外，咱要安怎同心合意来传主的道？所以，甲你头前后边边仔兄弟讲，咱做伙来传主的道。传道毋是牧师的工课，哪点？传道是所有信主的人拢应该爱有的一个使命感觉、价值观。所以，兄弟姊妹，今日所看圣经在讲。兄弟姊妹啊，我奉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劝恁大家讲话要一致，恁中间嘛唔通分裂，要团结，有相款的想法甲共同的目标。兄弟姊妹，咱保罗伊用耶稣基督的权柄甲身份啊，做一个劝勉的根基啊。伊讲啥？伊讲我奉咱主耶稣基督的名，这就是啥？伊是用耶稣基督的权柄甲身份哦，我要问咱啊，恁出去，恁要讲，要听人的话，讲主的道理，福音也好，你抱着讲哦，我是主所拣选的哦，我是奉主的名为你祈祷哦。兄弟姊妹，咱的祈祷毋是清清彩彩，咱要帮助一个人，咱要讲话，咱拢是奉主的名，亲像保罗相款，苦劝咱的兄弟姊妹。苦劝咱的每一个咱所拄到的问题，兄弟姊妹，伊讲话讲相款的话。希腊文的意思是啥？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你们大家要说同样的话语啊。我咧思考这句话吼，真无容易。好，要讲什么叫做相款的话语啊？我们有没有在讲同样的话？应该有点难吼，有吗？中文、台语。那叫语言呐，好，但是那没有共通的想法啦，无啦。教会人爱安怎？爱讲相款的语言啊，什么语言？像你只买伫古代吼，讲相款的话，代表叫做站在同一立场，目标一致啊。现在台湾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台湾整个的民主运动，拢安那慢慢啊，是咧导向上说同样的语言，同样的立场，不同的立场，无同款的立场，无同款的目标，就会互这个人安怎会错乱。所以我感觉信用嘛是相款。如果咱所信的信用，咱拢同款信主，但是咱无咧讲同款主听人的道理啊。你讲你的道理，我讲我的道理，迄拢唔对啊。圣经咧甲咱讲起，即个信用的真理，同款的语言是代表共同的认同甲立场。
毋通伫基督的真理福音的内容、救恩的观点顶面安怎彼此对立啊？兄弟姊妹，咱若要解说圣经吼，逐个人拢无相款的讲法，拢无要紧。但是会记得，最后就爱大家做伙同心祈祷。我甲你讲真实的，吼，你自开始你有感动了，你会想要好好研究哦。吼，咱古代有即个幸福共读小组，有咧带领的同工，就会当体会出来。当你准备了后，但是你若开始咧讲的时阵，大家人开始欢喜讲出伊心内对圣经的话的时阵，就无相款的讲法咯。啊，无相款的讲法，你若彼此对立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嚯。这内底吼，哇！他们这个人吼，安尼讲无好讲呢。兄弟姊妹，无需要惊吓，咱只有单单徛伫主的听的内底，讲主爱咱讲的，咱分享见证。保罗伊期待哥林多教会，毋通因为对随无相款的属灵领袖啊，吼有无相款的教义甲解说价值观。为什么？你若看今仔日的圣经节。看今日圣经节第1章的12节内底，哥林多教会当时有啥物？有分派哦，分保罗派、阿波罗派、基法派，就是彼得派，也有基督派。你若讲起来吼，迄拢有关系哦，拢跟信仰有关系哦。吼，讲的嘛拢无毋对哦。但是啦，教会内底若有咧分这个吼，伊讲的敢若较好，伊安怎？我甲你讲，迄就是咧分派啊。兄弟姊妹，保罗伊期待哥林多教会毋通追求无共款的这个属灵的领袖，用无相款的教义甲解说价值观。所以今仔日教会若有人要高举成功神学，也是高举主张安怎叫做苦难的神学。牧师，你咧讲的物件，敢若拢是成功的神学？你咧讲的，敢若是有的？你来像迄啥？像迄人就安尼欠。安尼吼做甲足艰苦，过去吼，我妈妈想讲，你安尼吼，你安尼讨债安怎？我妈妈你毋通安尼讲，你若安尼讲，我会足艰苦心。我毋是毋捌，我知影，但是有当时因为环境咧变化，咱已经无相款。你若即摆老大人咧看即摆少年人咧用物件，你安怎？你做无当接受哦。但是我捌讲过吼，即摆逐个人有手机啊无？我会记上早吼，我厝里人甲我讲，你手机一支换过一支啊。但是我甲伊讲，手机啊，我要了解信息足紧的。兄弟姊妹，我会记得有一个姊妹，伊就用会晓啥物 ChatGPT 啦。你毋知影？伊讲牧师，这诚做我足好的帮助。我找无你的时阵，我拢对迄内底去找答案。我的妈妈。伊也逐摆较早吼，袂晓用手机的时阵，常常拢靠阮遮亲人啊，拢会讲东讲西啊。你若拢无要陪我，即摆是安怎？即摆伊若倒的，就是伫遐听讲道，看伊要看，然后分享团。兄弟姊妹，环境咧变化，咱拢每一个人拢无相款的力量。但是圣经内底保罗咧甲咱讲，问题无在伫尊重领袖。迄个介要紧的是，咱着爱高举耶稣基督。咱尊重领袖不要紧，但是咱着会记得，咱伫彼此的中间，咱毋通分党。伊个讲啥物？毋通分党，吼！俾咱看见伫当时其实真侪口号，拢开始互真侪人会感觉讲，哇！这个过程吼，分门别类吼，这造成真大教会问题。甚至呢，伊讲着，保罗讲着。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是啥？就是心思甲意见会当得到修补啊！兄弟姊妹，有当时咱伫教会吼，咱有当时有一个意见，感觉安尼较好。但是我甲你讲，你讲出来，有人讲出来吼，你可能会无法度通接受。但是你着用你的建议甲伊鼓励，你会当甲伊补充，吼，大家互相契合契合啦。自然就安怎？自然就袂感觉讲伊讲的较对，伊讲的较毋对，无迄个问题啦。我认为每一个人的心思，上帝互咱的心思意念，圣经内底讲起，伊讲爱咱着爱彼此相合啊，吼，契合啊。咱的心思意念，保罗伊较无教会会当亲像迄个破裂的器皿，重新结合，
恢复合一的健康啊！兄弟姊妹，教会合一，这不是次要的议题哦。因为这个合一若无，教会若无合一啊，咱知影教会是基督的什么？教会是基督的啥？唔是啦，教会是耶稣基督做头啦。但是教会是基督的啥？身躯啦。啊，教会若无健康、无合一，就是基督的身躯安怎？哩哩落落啊！但是咱知影基督的身躯敢会哩哩落落？袂呢。基督的身躯是健康的啊，所以咱若互教会基督的身躯无健康啊，基督的身躯绝对袂无健康的啦。所以咱爱去思考教会有健康无？教会问题不要紧，教会有问题，咱才知影要安怎去找问题，去好好解决伊。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爱改变。伫教会内底亲近上帝的人、敬拜上帝的人，我们都要去好好追寻、了解，到底我们的问题出在哪。今日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17节，咱这回来各一遍，这回来读吼咱读左手边华语的吼，来，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基督差，对，基督无找我，但是基督找我来，是要爱安怎？是要传福音嘛。所以你讲，咱信主要创啥？足简单的，分享主的疼，分享主的疼就是传福音嘛。但是你若讲你无要传，你就是无要分享主的疼，还了解无？好，就是没有一体两面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保罗伊表明伊的呼召甲使命是对倒位来。我搁讲一遍，保罗表明伊的呼召甲使命对倒位来。起初迄句啦，华语讲啥？基督差遣我。所以咱知影保罗伊受呼召差遣是对基督来。伊若对基督来，咱是啥？咱伫遮咧服侍上帝，敢毋是咱拢受主的差遣嘛？对吧？好，受主差遣了，咱就是安怎？咱就爱安怎？咱就爱以耶稣基督福音这中心最要紧的，毋是凊彩做的呢。所以昨吼，这个聚会当中吼，纯义老师伊讲啥？咱会当开玩笑无要紧哦，但是哦，有一寡话咱伫认真的时阵，咱来认真，袂当凊彩哦。这个意思就是安尼啦。所以兄弟姊妹。伊讲到，毋是为着洗礼啦，毋是为着洗礼，毋是讲洗礼无重要，伊是咧讲起即个洗礼是信仰的外表的仪式，但是传福音才是核心的重要的使命啊。所以兄弟姊妹，保罗伊无希望人因为伊会讲洗礼，来形成一群愿意军队伊的人啊，伊毋是要安尼。伊爱咱明白，我嘛常常咧鼓励，若有咧上咱的门徒礼拜六的门徒训练班的时阵，我鼓励有3位这兄弟，我鼓励因，我咧看面门徒训练的时阵，拢咧讲啥？我拢咧看面探讨伊厝里的人的，伊的生命的问题啦，绝对毋是咧谈论啥，你有了解无？你有了解无？你有了解无？毋是知识的，是生命的问题。所以兄弟姊妹，咱来了解，咱毋是用智慧的言语啦，你会了解吼，有的人伫教会内面做够讲话哦，有无？基督徒有做够讲话无？但是你若听伊讲话讲了，你会发觉安怎？有真理无？无真理，安怎？讲543，有当时是讲过去安怎？兄弟姊妹。哥林多的文化，因推崇的叫做希腊化的修辞啊、逻辑啊、甲哲理啊。希腊文化就是咧影响侪哥林多教会人、基督徒、信主的人，因已经忽略好好去掠掉迄个福音的中心，因靠人的口才在解说。所以兄弟姊妹，咱若忽略。我们如果忽略了十字架的真理，
十字架实际的能力甲气力，咱伫教会伫服侍上帝就会出问题。所以兄弟姊妹，什么是真正十字架的实在的能力？实在的能力是啥？是带互人生命改变的哦，是带来啥？实际救恩的哦，实在救恩的哦。啊，这安怎会帮助人安怎？来，咱做伙读者，会帮助人安怎？十字架的实质的能力是爱安怎？咱爱去帮助人得到罪得到赦免的快乐。咱毋是要甲人带来安怎？哦，你因为我来阮的教会偌好，拄偌好，咱教会要起啥，要改变啥，装潢啥，迄拢无要紧啦。但是上重要的是，咱有会当甲人和好的快乐无？你会认错无？你会想要改变无？你会想要调整无？兄弟姊妹，这才是实入嘅要紧的快乐。兄弟姊妹，罗马书第5章第10节讲，咱做对敌的时阵，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咱是借着耶稣基督上帝囝的死来得到甲上帝和好啊。所以兄弟姊妹，你若看到今仔日所看的圣经在的后壁段，咱咧做伙来了解第2项。真正十字架实在的快乐是帮助人无靠家己的智慧来认捌上帝大快乐啦。咱头拄有讲到十字架快乐是要帮助人安怎？知影讲哦，我的生命有得到赦免，赦罪快乐，我的罪得到赦免，因为耶稣基督得到赦免啦。这是足侪人想要爱的哦，所以人要死的时阵，人要离开世间的时阵。你要面对死亡的时阵，你一定会了解到底我的灵魂有得到救无？对吧？啊，要得到救的意思是啥？就讲我有罪无啊？我的罪有得到主的赦免无啊？兄弟姊妹，这是第1项。第2项，咱爱知影十字架实际快乐是帮助人无靠家己的智慧来认捌上帝大快乐。兄弟姊妹，哥林多前书，你若看第1章的18节，咱今日看是17节。但是18节安怎讲？来，咱做伙来看台语吼，咱做伙来读十字架的信息，对遐个灭亡的人、在行的人是愚妄的；不过对咱遮个得救的、在行的人是上帝的大快乐啊！兄弟姊妹，这白话的解说叫做：有一寡人无相信耶稣为因的死伫十字架顶。为着咱死伫十字架顶，因感觉讲这种的讲法哦，做愚妄的啦，好笨哦！你们怎么会信那一个把自己生命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啊？他们认为这种是愚昧的，是笨的，但是圣经里面却教导我们，对遐灭亡在行的人是愚妄的。意思是啥？其实无要信的人就是愚妄的。伊的意思就是，倒边话来讲，无要信的人是愚妄的，但是要信、要得到救的人，这是啥？这就是上帝大快乐呢，兄弟姊妹。所以，咱若无要去帮助一个人的生命的问题，有当时人拢有生命的问题，你无要去甲伊讲，你无要去甲伊陪伴、甲了解。我甲你讲，福音就传袂出去啦。所以，兄弟姊妹。牧师无要互咱真大的挫折感，牧师要邀请咱，感谢上帝真正互我真侪大桥教会牧者，嘛有真侪中级同工兄弟姊妹，咱愿意留伫这个所在，做伙来传主的道，做伙来服侍上帝。但是咱爱做伙好好来了解，教会真正要成长的重要的生命的关键是什么？是咱爱知影教会是基督的身躯，教会有健康无？有同心合意、彼此相合无？唔通伫基督的真理、福音的内容、甲救恩的观点以外，在做上帝的工。所以咱就爱更加合一伫主的面前。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伙来看同心合意传主道需要什么？需要啥？需要啥？有人际关系，我唔知影咱的生命是停留伫倒一个阶段。有人际关系就爱有啥？爱有陪伴啦。你爱熟悉人啊，然后你爱甲伊陪伴，最后安怎？
就简单嘞，你要传递教导啦。好，所以我看这青少年因伫教会咧出任吼，咧用教会无论是冷气、电火做啥物代志，我拢会借着机会咧甲因教导啦。好，因咧接触人有礼貌无？这拢是啥？这拢是传递教导哦。兄弟姊妹，陪伴毋是讲咱毋敢讲啊，惊伊伤着，惊伊安怎毋通啦。你得甲伊讲正确的啦。兄弟姊妹咱看见，我看见真正咱教会真正咱这青年吼，社青，因费真侪精神去熟悉咱这青少年伫因即摆大桥国中的这毕业典礼吼我嘛含这个校长吼，含咱这关系拢真好看到这个嘉云吼，这个殷琪姐孙吼到这个静瑶吼还有这个中南个嘉丽慧君的第二后生等我要翕相，跟这中南的朋友讲来一起拍照，因的朋友都足欢喜的，都靠过来，因为他们都曾经来过教会伫这过程的中间吼，我感觉讲咱咧陪伴这青少年真正足要紧因为你若无关系人无要想要跟你翕相啦。真的呢，人感觉讲你是谁啊？你就算你了，我知影你是谁，但是伊袂要跟你翕相啊。但是你若看这囡仔、这青少年，因的面有笑容无？有呢。你看子安、子轩、子云，因的笑容有水无？足水的呢，喜乐，迄有五望，这个这是咱礼拜二咧参加聚会青少年，伊叫做必勇，伫无久外前伊带伊的女朋友来到伫教会。有一摆当因伫即个聚餐的时阵，牧师去参加的时阵，我跟即个同学我甲伊讲，我讲猫咪人，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介绍让我认识。他都不讲话，很害羞。我说好，没关系，不方便讲没关系。第二次的时候我就再问了，伊讲我姓蔡。我说好，那我就叫你蔡同学。好第三次我还是叫他蔡同学。第四次还是蔡同学，后来我甲伊讲一句，我讲蔡同学，我觉得蔡同学我都觉得感觉有点疏远，你要不要跟我讲你的名字啊？后来就甲我讲伊的名，讲了，因为这是有各自我伫遮轮拍，莫直接讲伤多，我讲这蔡同学，后来咧，我甲伊讲，我讲我甲伊熟悉的中间，我甲伊讲你有亲人朋友无？伊讲有啊，我有一个弟弟啦。我讲你好啊。不，你来教会有好无？伊讲好啊，袂歹啊。我讲你就甲你的弟弟带来啊。隔礼拜伊就甲带来啊。毋若带来迄礼拜拄好因这拜二活动活动了后呢，即个顶礼拜拄好我主理伊嘛甲伊的同学带来啊。伊甲伊的同学带来伊写即个新朋友名单即个叫陈同学。喙迄喙看起来是应该有食薰啦，敢若嘛够有食薰了的感觉。但是有一个好处，伊写的这个新朋友名单内底伊讲伊有写着讲他是想要多认识基督教啦。兄弟姊妹有真侪想要得到救、得到福音的人，伊想要了解到底咱教会基督徒咧做啥物。兄弟姊妹。你有想要跟人分享你咧做啥物无？还是你只不过来教会来教会就是唱歌啦，就大家有通食啦，我欢喜分享啊，兄弟姊妹。但是咱拢无去讲到性命的问题。当我招着因这三个聚会到一半出去食薰食薰到一半倒来的时阵，最后结束的时阵，因就伫迄个所在，阮就伫遐咧讲话。陈同学，我来甲这最后来这陈同学，把烟戒掉。抽烟不能证明你是什么，能够证明什么的是你的心。好，兄弟姊妹有教导无？有啦，熟悉陪伴甲教导，有紧无？足紧的。安尼有几个人啊？4个人。咱呢？咱有要传无？咱若无要传，咱就安尼。
兄弟姊妹啊，我有讲到讲这静瑶吼，啊，静瑶，迄天我咧看静瑶，静瑶来，牧师跟你拍照。我翕相的时阵我发现好像有一个妇人人吼，伫遐咧笑眯眯啊。我袂记你甲伊招过来，我嘛袂记你先甲伊请安啦。我毋知伊什么人。后来我看静瑶翕了吼，我来看这姊妹讲，歹势啊，你是？我是伊阿嬷啦。我歹势是咧是咧。这个阿嬷吼欢喜花头笑面吼，足欢喜的。伊讲有啊，原来你是牧师啊！伊讲原来你是牧师哦。兄弟姊妹旧年的8月的时阵，我印象足深。迄当时我会记得静瑶的爸爸准备要甲伊进驻啦，因为一寡代志要甲伊进驻，我甲伊爸爸讲，毋通禁止伊来教会。伊要来教会，你爱甲我讲，伊是虾米代志，发生虾米代志，你为虾米要甲伊进驻？后来伊爸爸甲我分享讲一寡代志了，我讲兄弟啊，你的查某囝伊毋是安尼，你好好啊听伊。好好了解伊，你会过咧足喜乐，你袂遐忧愁，你试着好好去做。最后伫迄过程的中间，伊了解了，我甲你讲哦，这个故事安怎延续下去哦？伊的阿嬷甲我讲，伊讲牧师多谢你，我的囝，正有阿嬷，即礼拜我即礼拜。去甲伊探访，拜一，我去甲伊探访。吼，恁知影牧师爱掠鱼啊嘛，吼对无？我拄仔冰箱有一寡鱼啊，吼，拄仔掠了，摕去互伊，掠摕2尾鱼去，伊摕一寡苹果互我。伊讲牧师你一定爱甲我收，吼。因阿嬷甲我讲啥呢？伊讲牧师，我的囝吼已经足久无空我讲话，嘛无空我做伙。我毋知影什么原因，对今年的新春的时阵，我的囝包红包互我，母亲节包红包互我。兄弟姊妹，这个阿嬷伊的心中抱着一个欢喜，哪像迄啥得着5万啊！甚至伊出来到伫外口，甲正耀的这个算阿公啦吼，伊就甲伊讲这个牧师。我离找因阿嬷厝找无的时阵，是伫路边因的阿公甲我讲，这你牧师吼？我讲你是甚物人啊？原来因的家庭拢已经因阿嬷早就已经安排好啊。兄弟姊妹，当咱若抱着一粒欢喜，想要去传福音的时阵，你会感觉迄上帝拢甲你排甲拄啊好诶啦。兄弟姊妹，这有感动无？我感觉足感动。伊的阿嬷甲我分享，对因兜的。查某囝，什么人大大细细拢讲我听啦，我拢无敢问啊。静瑶，很奇妙，你要敞开你的心，在家里面跟你的阿嬷要做好的见证。咱的生命来到伫教会是爱有改变，是爱对上帝话语得到活命的开展。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常常伫主的话内面，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行动。咱爱对倒位开始做起，真简单，对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伫祈祷的中间，我相信上帝要互咱得到开展。伫华语礼拜的中间，有最后牧师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姊妹，伊伫即礼拜的中间，伊咧甲我讲牧师，这个礼拜我的妈妈遇到了属灵的征战。我说什么问题？伊讲伊之前发生一寡代志，后来去找。赶鬼的，吼！我讲你安怎做？伊甲我讲，牧师，我为我妈妈祈祷，请你嘛为我妈妈祈祷。我讲好，无问题。然后我就甲伊讲，你安怎祈祷？我就开始甲伊教导啊，我甲伊分享，我甲伊了解哦。你安怎祈祷？你的方法，伊甲我讲，伊讲牧师，我最后我想讲，我身上有一个十字架，因为我妈妈她去人家人个庙拢会刻一个符啊嘛。你讲咱基督教刻一个十字架，我甲伊讲不用。以前牧师也是这样，我拢爱排一个十字架，证明讲这个好有平安的感觉。我告诉你，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作为你得救的确据啊。所以兄弟姊妹，
咱拢是主所听的人，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对主的听的内面，会当定心掠掉一个真理的道，咱做伙为主来传主的道，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今仔日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互我知影我是什么人，我是得到主你拯救，真做宝贝，得到永远我的人，阮着爱尽一世人奉献服侍你，顺探你对阮的呼召，传主你救恩救人福音的道路。愿上帝你帮助阮，主啊帮助阮每一位信徒，伫生命还阁有气力的时，明白主你呼召阮，竞选阮的生命的目的，要安怎样来回应主你的呼召？毋那定是坐伫阮的座位听道，要紧是阮着爱起来，起来传主你要救人的福音的道，活出福音的本质。主，阮要恳求你，相信大桥教会每一个伫收看直播的这兄弟姊妹，恳求上帝你帮助因，嘛互因每一摆伫领受主你话语的时，有圣神的感动甲引带，带领因亲自用因的行动来到主你的教会，参与聚会，接触人群，认捌福音生命的真道，熏读圣经，同心祈祷，委身侍奉。阮相信，阮会当活出生命比更新的自由的生命。主啊，愿阮伫传主的福音的道路顶面，无失落家己，无行冤枉的路，乃是忠心对人生的路尾，阮拢会当伫主的面前，互主讲好，佮尽忠的路步，通到我遮来，享受主你满满所享受生命真实的快乐。主啊，阮感谢你，将这一切荣光归乎主上帝。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免。这是咱做伙同心来唱回应诗481首，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咱坐咧吟就好吼。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主一合一。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主一合一。多义上帝，多义的主，共一个心，共一个听，对一个诚实，领受同一洗礼，咱相主生命结连一体。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主一合一。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主一合一。多义上帝，多义的主，共一个心，共一个听，对一个诚实，领受同一洗礼，咱相主面结连一体。咱做伙同心来奉献，咱做伙用咱的生命，用咱的心，用咱全心全人，用咱的诚心甲诚意，用敬重的心，做伙同心来奉献。咱做伙起立，咱做伙同心来唱奉献的诗。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
咱做伙来同心来做奉献宣告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互伊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咱犹原徛咧做伙来吟上行的诗，学了上帝至权至尊。学了上帝至权至尊，造化的主万福原本，天顶盛世天的万民，永远学了白行诚信。阿门。亲爱的天父上帝，愿阮的生命对领受主你救恩，会当真实活出这款生命的记号。主，互阮无搁再为家己来活，乃是为着主荣耀主你来活。愿阮伫主你的内面有真正同心合意的心智，将福音带到阮的家庭、职场、甲学校、甲社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疼痛、甲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众大家三甲伫地，互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奉主的名差遣恁出去。愿恁成做主好佮尽忠的奴仆，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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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立倒。大家互相请安吼，咱嘛感谢主咱今仔日这王惠美老师吼，嘛久久无来到咱中间，咱拍婆欢迎伊吼，好咱嘛拍婆多谢蔡尚恩迄个神学生吼，
伊嘛完成新人院的这个教育但是伊即马要搁咧找教会啦吼，咱嘛继续为着伊来代祷，咱搁一摆拍婆多谢伊伫咱这段时间所以今仔日是最后一摆伫咱中间啦吼但是未来若有机会，会邀请伊来咱嘛三甲做伙为着咱的咱教会啦吼，今仔日咱无小组吼咱会当互相交易大家咧楼骹啉一杯咖啡，大家互相交谈吼多谢大家。